刚刚地震了，要赶快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。好像好像是昨天晚上啊，昨天下午也有地震，没有今天这么大。2024年来沙屯妈祖啊，就劝世人赶快求道呢，赶快求道啊！那个来佛堂求名师指点，得三宝啊！要找到那个将来灵性回故乡的路啊！要参加修办道啊，净化身口意三业啊，就是要修炼啊。来轮回转世到人世间，就是因为上天堂上不了，下地狱也不必，罪也没有那么重，下地狱，所以就转世在人间，要继续修炼呢。修炼要摸得着根的成佛处，摸不着根的瞎修行。所以天降大道，三宝心怀，天命名师济公活佛，要慈悲帮忙点开玄关窍。教那个无字真经，教儿童手印呢，回天的手印凭借过南天门要考那三宝呢，所以要知道关诀印、玄关啊、口诀啊、手印啊，那个儿童手印啊，三宝，要赶快求三宝啊，得名师指点。